川藏很可爱啊。对呀，而且你有熊宝贝的味道。熊宝贝，转个圈。熊宝贝。守候那。上礼拜 OL 造型。礼拜妈呢 OK。哦，猪。上摆主播要不要煮饭？心无开哟，莫放过的心爽，闹热大擂台，闹热强下来。好，今日6强的决天赛哈。系咯，哎呦，所以有8V 呢。上礼拜本来9V 嘛，啊，我们的长官被裁掉了嘛，哈，现在还有8位，8杀，嘿，好，8杀今日我有2个哈，金兵耶。哇，那么更刺激耶！侯太太，比赛之前呢，介绍你评审几张？叶家秀先生，齐泽飞先生，齐思飞先生，老格林先生。好了，比赛之前呢，让大家轻松一下哈，放松一下。里面有一枪都有点很特别。对。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了。哦，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天使。我们来谈一下，对，欣赏一下福音，好不好？幅度还是福音？你有去过福音哦？你有去过教会吗？没有哎。没啊？对。我有去过。你有去过？你去那边干嘛？就去忏悔。我去干嘛？神父，我有罪。对，所以我们来欣赏一下，好不好？客家的福音歌曲。好，我们来欢迎这一位美声天后，总飞以欣赏，永远的资深天使。送渡多风老鹰，
师，你好， Hello，你嘛哎呦很爱鸳鸯给瓦扣，哦，今天比较漂亮哎，真的来我们这个节目哎，很开心。是是是，哎，老师来好好来分享这是张专辑，怎么会有新的旅程想到要专辑做这一张福音专辑？其实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去参加教会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活动其实很多的人不是基督徒，对，但是因为主办的人是基督徒，然后他就希望有福音歌手去唱那个客家的福音歌曲。那个后来黄翠芳也是客家人吗？是主人是客家人，后来翠芳老师就邀请我去，然后我就唱了翠芳老师的歌。翠芳老师也是福音歌手，对，然后我唱完之后，就很多因为不是基督徒，就拉着我跟我讲说：“哎呦，他搞个福音歌那么好听哦，洞后堂。”那个时候也是唱这一首吗？不是，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有一个愿望，然后我就希望我将来的福音歌曲的第2张，这是我第2张专辑，能够有一个客语诗歌，因为爱黑客家人。对，这个外面买得到吗？很多书房是可以买得到的。哇，那一定要好好的去支持一下。谢谢大家，真的谢谢慧老师来洗涤我们的心灵，对，太棒了。OK， 好，谢谢慧，谢谢老师，谢谢，很开心，谢谢。这消息。6强决天赛比赛规则，1礼拜嘅分數留2禮拜嘅分數加起來，淘汰最大分嘅人，喺公平分就由1禮拜嘅分數交代嚟做比較。好，安尼談到暗後堂安尼客家福音以後呢，聲音好柔美，好好聽哦！天哪，接下來我要聽這個規則的聲音。葉老師，阿公，要請嚴肅啊講哦。比到你啊管吼，特啥攏是千里花咧，吼過來呢，你遐呢除了決定講存6場嘛，你6場就馬上進入循環賽了，吼，所以呢根本一天會清涼，所以各位評審都是會很討人厭的去，你輸了幾歲去請哪位演唱，然後如果比賽了比看啊，馬上第一個失誤少，還有呢。用板老你我從個歌好好那個表現出來，然後踢中了，好不好？加油，加油！好，是這樣，好，安尼做馬上就進行今日6強比賽咯。TV 分享郭子上帶來勇往直前行，彈開啦。展開一個龍洞天涯，天太低太慢，比黑愛不敢。陣陣風沙，按摩住堂堂。跳藍藍眼神愛從一道光，雖然呀天又高又暗。雖然也風又太幽藍，雖然也看到天沙，眼沒看，愛愛勇往直前行，愛愛勇往直前行，比公主比山大，都偏遠航，愛愛勇往直前行。從你勇往直前行，人生嘅一條路路難每間，愛勇往直前行，愛勇往直前行，比公主連嘅山大都偏遠航，愛勇往直前行，從你勇往直前行。人生嘅一條路路難每間。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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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真厉害耶！这首歌不是谢宇威老师的歌吗？因为冲天用变成高志成的歌了哈。是你的味道哎。那替拜宽欣赏，4个人一起鼓掌哎。对呀，你们4个人一起勇往直前。哇，老师们这么认同。对呀，你先表现成这样子，叶老师应该不会多讲什么。对啊，高志成哦，唱国歌哈，进行他就是很自然，对啊，有天分嘛。不过呢，中风这个地方是你的缺点哦，这是你这根本冲廖叔国很大的败笔，就是整个都很好，然后一到中就完蛋，中就完蛋，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中就很想扣你分数，很想扣你分数，因为今天说嘛，一定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嘛，那确实是很多高音，然后有鼻音的地方，你真的没有把它发音到头腔共鸣。对你来讲，今天都要求你，如果你进到6强，这一点一定要做好，好不好？好，加油！好，安子生，双礼拜94分哦。2礼拜的狗师3个分数。来。96哦，哇！世慧老师还给他25分呢，逆正分呢。老师，你有给过满分吗？我最近没有，这1年来都没有吧？好像是。不过两个时候职场，我之后给他巴萨来给别人真的懂 key 范。我喜欢的巴萨，虽然讲两个rock 的部分呢，你没有做的很，就是希望你再开一点，希望够标较标的位，因为其实两个声音的 power 拉的，不过你的肢体的，其实它的那个 balance 还不够。还冇嘛啦，所以懂强怂的唱，勇往直前，不过两个身体然后冲出来上没有对等，你要记住。你是一个舞台里面，你要看到的是舞台，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所以你舞台里面有什么，你必须要 balance 在一起，你这样有可能展现出你最好的那一面。OK。哇，已经25分了，还要建议那么多哈？对，一定要的哈，还要进步了哈。是好，老师爱你心切了，好不好？希望你好还要更好，好不好？加油！好，谢谢。回座休息，安子姐。好嘞，上下來。林玉得啦，屬於我嘅鐵房。好嘞，躺下啦。
哎呀啊，谢谢肖尔啊，嘿嘿，林玉。有。好。怎么啦？用唱紧张，今天特别紧张哦。对。今天敢有唱唔唱？有啊，唱唔唱？有唱不唱？他刚好像忘词，我刚以为他卡痰。就都有了，都有哇。那就先来听评审老师。对呀，也没得救喽。哎，医生想要救你也救不了了。神仙也，神仙也难救了哈。这位老师，来，这位老师来救喽。我跟你说，你的音色是所有人里面最好听的，你知道吗？还有。你音色吼，黑矮赤豆，你一规比赛底背度非常有穿透力。什么叫穿透力？有些人他可能只唱到我面前，可是你已经穿到我心到后面去了。我会去追你的声音的那一种，你知道吗？你的条件是这么好，不过你一开始从主歌的时间，主歌的时候，你就已经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你嘴型很小没问题，可是你今天你声音特别包，因为你唱过音色，然后做一番番语言就一直没有张开，你就一直含在这边。那我来兄弟，你可能副歌要有一点什么新的东西，结果你忘词，这个真的在这比赛是大忌耶！我要救你我都没办法。刚刚龙师飞的经常讲，林玉这首歌他今天好好表现，他绝对有25分的实力哦。不过你后面自己慌了，对不对？你整个的话，我看你镜头，你眼神都已经不知道闪到哪里去了。你后面整个大慌乱，但是你知道吗？你的缝乱底不会多，你这个你的实力还在。那我觉得这就是失误，这个就没有办法怪别人。我只能说你练习不够，还有你的抗压性不够。好，多聊比赛。MD。等一个蛮救你，我们很想救你，但是就看分数了，好不好？那我还是要告诉你，很多时候人生都是练习而来的，包括任何的状态，千万要对自己有信心，好吗？加油！还是要见真章的时候了哈，来看一下给个分数。林宥的分数。过年要到了嘛，对，然后就会视察呀，起码来囧马岩啊，那片聊聊诶，空法空山啊。囧马岩，哦，都关多山给他。什么呀？就隔壁关多山给他。哎呀，他讲客家话很道地诶。这样三餐也没，也没。就一天也没毛，给你过全部给你全部都特别带出来的。现在有熊宝贝的味道。熊宝贝。转个圈。熊宝贝。好了。林宥的分数。90分。90分。哇，那不然今天这首歌应该很好拿分数的哦。哎呀，分数改的不是很优啊哈，没关系，先回座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谢谢哈，好，好嘞，三好嘞。来，文竹带来发挥嘞。来，躺好了。我一个镜头碰爱变成通通花。
卢哥好，哎，你好，海云姐好。这首歌后来是有改编过是吗？就是比较快一点，就是节奏比较强一点的。我是听那个罗国立老师唱的，就是比较抒情。哦，你喜欢这个版本？后来黄宇坚才改版。哦，对，比较 rock 的。哦，比较重金属的。对。一条歌又是要献给谁的？阿公。对呀，真的太。这是阿公吗？阿公阿婆，穷勇啊，穷好。因为以前就是我们像过年要到了嘛，对，然后就会。视茶呀，起码来囧马岩啊，那片撩撩的，空法空山啊。囧马岩，哦，都关多山给他。什么呀？就隔壁关多山给他。哎呀，我们在平地你们的邻居哎。哎呀。我在那个西湖度假村那边。哦，给他有种囧马。没有，就给台府哦，在那片囧马岩。台府就。哎，上面有可以拜拜的那个地方。他讲客家话很道地哎。这三餐也没，系咪？做嘢有冇毛？嗰啲全部嗰啲出嚟，全部帶咗。對啊，人家咁講嘅咧，三餐已講翻係當保養嘅咧。你幹嘛呀？我覺得 happy 㗎。吸穩流對好好好。對對，而且跟你唱歌不一樣的感覺，你唱歌就很温柔、委婉，講法就非得。講法都破功。就知道你可能有結過婚的。小孩子生很多個，他罵小孩子。沒有啦，才2個，對不對？對，2個。哇，那3個不得了。那2個哎，帶2個小孩也不容易哎嘛。對對對。冇簡單的嘛，對嗎？我是很想要3個啦，我老公不要。哦，老公不行啊。對啊，3個恰恰好。還可以啦，還可以啊，可以。好啦，那就從台了，從台來這裡唐欣賞的公平，那邊欣賞，對，還在討論啊。哎，溫主，其實吼，我來講吼，其實人家上面同遊，然後我每次都同有感情，歸屬國的感情同遊，啊，不過層次感變得不夠，所以如果把一支一支來分攤的話，我吃到以後，分支嘅話，我吃到以後，唔係分攤啊，就一支一支一支，我說安尼一支以後，安尼一支以後，啊，不過組合成一段的時候，你就會吃到個層次感就不見了。會比較可惜，你用你的特色去抓它，會比較好。好，這樣好嗎？好，謝謝。安子 C。好，安子 C， 來看一下。好，我要開了。好，可以嘞。好。好，來看2個分數來。來分這個分數。謝謝老師。91分。這個分數不好。這個卸掉了。謝謝。安子 C， 好啦，對，就先回做休息了哈。謝謝，謝謝你哦，文主。好來，殺下來。太顯爺帶來上流浪。來，彈完了。
这尾奏蛮长的哈。要流浪啊，流浪。对呀，路途要遥远呢，流浪，对不对？你很适合流浪哎。哦，真的吗？流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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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是榴莲。啊，榴莲。哎呀，唱错了。龙榴莲。龙榴莲。龙榴莲，嘿。为什么想要流浪？对呀。想要放松，因为自己蛮容易紧绷，然后流浪的时候可以就是放空，什么都不用管。那你有去龙榴莲过吗？有呢，有。我现在就在龙榴莲。现在就在龙榴莲。有高中的时候有去过那个桃园的富冈，就是自己搭火车，然后就漫无目的到了富冈站，就想下车。流浪可能要到那种比较偏远的地方，江下载试看看啊。流浪还是要生存啊，对不对？对。把你整个团都带过去。去流浪吧。好了，好，哎，冲对唐先生的公平的。郭迪老师。宣烨，耶稣国会哈。我按你讲回来，其实你本身你的歌声是很棒的，是我们一直都很喜欢的。我们想透过你的歌声，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啦。我希望能在你的歌声里面找到、听到你过去流浪的感觉。可是，在今天你的歌声里面，你做了相反的事情，你很想把这首歌唱好，用你的实力把它唱出来，你做到了，可是情绪不对，口气也不对，这样子就没有办法把你的分数提升。然后你今天又有犯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错误，像流浪那个哈，3个哈字你声音都跑掉，音准都偏掉了，比较可惜。这个方向如果修正一下，你把你的就像我前面讲的，把画面传递给我们就好了，那分数可能会高一点，没关系，走一步学一步，好不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谢谢老师。好，送礼拜91分哈，要不已经答对了。对，礼拜看来有希望。看来，来看几个分数来。再选一的分数。182分。也是91分。谢谢。吞淋浴空腰。谢谢老师。所以今天也蛮危险的啊。危险。加，先回头休息，好不好？好，谢谢。好嘞，13号嘞。有经验带的熊思杰。哎呦，来谈看了啊。开始暴动！哎呦，暴动！好不好听？太好听了吧？好听啊！哎呀，大礼拜都可以做得躺到那静媛姐姐哈，对呀，创下一系列的歌曲，都是很火。演歌后，很多呢阿公阿妈还会觉得啊，你这个后生人唱的歌啊，他唔识。不会啦。但是
糖豆给冲的哦，要停下来，对，是特别亲切的。所以我们收视率会这样起起伏伏，到金元节的时候冲的特别高。对。他给你颁奖。是，你好好留住哦，哈，你好好留住哎，要唱好来，好，好吧？哦，那边欣赏的贡品，阿公，嘿，娟姐，你好，有点可惜哈，我是在讲，因为你唱歌是很有感觉的。我们希望说你会变成客家界的小林幸子哦，每年红白对抗都有你那种感觉。我今天哦，有的大爽，就是从一开始的第一句，我是觉得你好像自己都一直没有把握那个一进来的声音，觉得就很单薄。然后第二句，你哈，你自己有没有感觉？有吧？拍子唱错了嘛，哈，抢了拍了。所以那一句一整句往前挪了哈，那是金大爽。不过唔怕啦，大致上来讲还是不错哈。但是希望讲你能够继续的用两个很优雅的方式，然后来客家歌真的很优雅的把它表现出来，真的变成是像小林幸子那种感觉。所以小林幸子的感觉就是很平民，然后很自然，然后他可以唱自己可以唱很久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好，继续再加油哈！好，安子 C， 好，这一次真的有比上个礼拜这礼拜有点累的感觉，对不对？是，这个时间我都在睡觉。哎呦，那赶快看一下给个分数了，赶快给他回家睡觉了。什么？有经验的分数。90分，直接往下。唔怕，佢上礼拜多分的嘛，96。哇，还好你上礼拜有先拿到那个 VIP 门票。对呀，佢加了186分，没问题啦，好不好？谢谢，谢谢。加油，晚安。以后晚点睡啊，不要那么早睡。对啊，老人家。对啊，练习晚睡啦。不行啊，我到5点多要起床哎。好的，那就睡了，该睡。谢谢。会做休息，好了，好。接下来李维伦带来最奖给阿婆。好，来大家啦。擦干牙布，你本是退来出世，带到山啦别啦个，从细做工满盘事，爱你又该擦干牙布，你本是退来出世，带到山都无数多。从细杂杂为生发，春家黑为子，种菜做工来勇敢，自身共传中里，杂杂波，你真安三吗？时间全部没爱辛苦，做惯了，爱也不会给路应该，告白辛苦做惯了，很乱，很多输掉共大家。
哎呦，哇，又包含用假音的表演哦，嘿嘿，不差哦。哎，拼了，嘿。怎么了？可以。不，唱完松了一口气，哎。好，来开始分享。分享这首歌嘛。一條歌充滿滿言堂嘅，中馬上我唱一條歌嘅。之前有講到歌曲上送門阿婆，其實從些主題留佢下成塊以外哦，佢副圈嘅零沙其實咩對我當好，有上誰種，譬如像剛唱有到北婆啊，有叔婆，他們其實都一直很照顧我。那這首歌其實曾仲偉的感覺好像就是說在敘述一個阿婆跟他講述一個故事。那其實那些伯公伯婆啊，其實也很常在我小的時候會跟我分享一些他們小時候的經驗啊等等。我記得有一個伯公哦，佢當會用嘅就是那個芒草做，比如說做給呀，還做那個雕位啊，對，就是很多那種傳承這種記憶。對，那但是就是說漸漸的，就是說時間那樣變遷，他們其實也漸漸推都過往了。對，那其實就是說有這樣的機會，也很想要唱這個歌曲，然後獻給他們，對，他們的一輩子。係啊，後堂啊，當後堂，係啊，一條歌講這參水站一首點的節目唱，因為有點難度。對啊，你今天帶來這首歌，挑戰一下，好，還不錯。來，那個那位，這位老師，好，我來。啊，又是阿婆，好，威磊你好。我先肯定一下，你上愛啲倆主歌曲第八度挑戰一下嗰種心情，還有嗰種衝勁。不過今日倆主歌曲，因為它分太多的層次了，特別最重要就是 Hellboy 嘅扎查溜那個假音的部分，因為你頭前哈，你鋪陳得很好，主歌我非常的喜歡，可能都副歌的時間，你為了要讓那個你的假音你要 hold 到後面，你在那個副歌部分啊，你就保留了。譬如剛剛龍老師講，你講愛了皮給龍音嘎，你都不敢放出來，你都一直覺得我等一下要唱假音了，我等一下要唱假音了，你讓我看出你心裡在想這件事。我覺得上次世慧老師講你慢慢走跳，其實也唱跳其實也不錯啊。走跳，唱跳，因為我覺得你今天的穿着也會影響到我的視覺。當然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流行的歌手，我覺得挑這個歌，你是不是可以讓我們覺得你再符合歌一點？比如說你穿的再簡單一點，再貼近你想要跟阿婆相處的那個感覺。好，加油！謝老師。好，安子先。穿上很可愛啊。對啊。而且你有熊寶貝的味道。熊寶貝。沒有，我的意思說，他穿這樣是不是應該有洞什麼的，會讓人家覺得，對不對？對，可是他很香啊。不然你像小康老師，不然你給他用熊寶貝的味道。阿婆也可以跳那個什麼探戈後吧，對不對？對啊，他這樣一跳就有散發出那個味道。他這個裝扮應該是屬於流浪漢的裝扮吧？熊寶貝啦。熊寶貝，衣服都沒有洗哈，都只是噴。就噴而已嗎？對。哎呦。好了，來看一下大家分數啦。李維倫的分數。哎呦，還不錯哦。熊寶貝，你真的很扣分呢。真的呢。我剛剛才跟那個我的隊友說，我來這個節目還沒拿超過91分。哦，今天有了，圓你的夢了。行，轉個圈。熊寶貝。好了，恭喜你哦。哦，加油。過關哈，沒問題，加油，謝謝。回座休息，安子先。好來，殺好了。仲可以帶來一拱新牛。看看啦。漂洋過海都難用。暗號唱秋玲的歌哎。他的聲音我好喜歡。哎呀，跟溫迪嘅歌一張專輯10首歌，你唱得都冇呀？他有2張。太有我的天堂比。你太有我的嘛幹嘛？其實是。前一陣子才聽過這首歌，然後我以前也是在想說 ，Yopo 到底是什麼？我也以為是什麼阿婆的名字，阿婆叫做太 Yopo。
做作，上阿妹思绪哦，放开去出骄阳，天蒙公也重，上阿公随落走，风翻身念欢乐，念亲情随从。梦春秋水见浪，阿哥几时准家中，后世代爱拜呀娘。哦，哎，其实又在抖啦。我们在前面看好有味道哦，暗好冲秋林的歌啊，他的声音我好喜欢。哎呀，跟问题给过一张专辑10首歌，你冲的都没呀？还有2张。哦。他有2张，他有20首。哦，那慢慢表现。可以啦，还撑得了。对。对呀。可能比赛的途中，他又再发了一张，是啊，跟你有30首，这样很好啊，两岸交流啊。对。好了，可以哈。世慧老师。来。OK， 其實一開國家，我覺得如果用分段來看的話啦，我知道一來部分呢，提防的力量啊，我覺得是有點弱了一點，應該你可以再把自己再磅礴一點。可是我發現你很包，不太敢發揮。雖然不需要很大，但是也還不到位，所以本來他就要那個氣勢，可是你前面鋪陳的不夠，後面就沒有那個磅礴了。好，比較可惜，他大送。不過呢，如果還有就是前面的部分，他那個營造的那個，我覺得你的拍子亂掉了，有點還蠻亂的，好，還蠻亂的，好啊。所以在這上頭的話，不過說實在的，你的聲音在這上面真的太有特色，我很喜歡。好，你可不可以就是有機會的，然後有機會的話啦，如果製作單位還希望還有空間可以讓你再重唱這首歌，我倒還是希望聽你唱一次，好，再唱一次，應該會冇同樣的東西，因為你會整個發現它整個真的太適合你去發揮，這個時候你必須要很有自信才有可能，你知道有可能，然後佢做到佢愛嘅感覺，冇會發懂大送誒。這個太適合你了。對 ，OK， 好，加油！收工的時候我再安排。好，那你就坐在那邊。沒問題。充滿堂給我聽嗎？唱得好嗎？來補充一下，好。我想先強調一下，浩宇，你從亞述國這首歌有2個版本，一個是男女對唱，一個是秋蓮他自己合唱。我聽小康老師的伴奏版本，好像是你聽的是他專輯裡面那個版本，對不對？對，他一個人的，他獨唱的哈，沒有錯哈。好。這首歌在前奏，在主歌的部分，其實我就覺得，我說實在，我有點不想聽下去，因為你都一直在搶拍，可是你到副歌的時候，哇，我就會開始責怪你的主歌為什麼唱得這麼爛，你的副歌唱得這麼好。我跟你說，這首歌秋玲她唱的版本是嘶喊的，是那種歇斯底里喊的，可是她的音樂是很 pure 的。然後我覺得你唱的版本有點像誰，你知道？你那個口氣很像汪峰，那個中式搖滾的味道非常棒，我非常喜歡。你一定還有機會。就像你講，你既然喜歡秋蓮的歌，我覺得你也可以把它唱好，你就唱吧。對，你就唱吧，那是你一個發揮長處的地方。好，加油，謝謝。好，謝謝。好，來看一下哪個分數啊？總浩也分數。來。93分，冇問題，過關。OK， 係今夜6強，好，加油！恭喜啊！回座休息。拜拜。安子 C， 他還在抖。剛一唱完就。好。好嘞，殺下來。王一涵帶來太幽婆。好嘞，彈開啦嚇，來。
天当比，听听叮啊叮，风风叫云迷，太阳破的天当比，听听叮啊叮，咚滴。ôi khi nói với thấy opo bi cô đi hành ghi tên ngày mong thấy opo vì cô đi hành kín mê cho ngày mong thấy opo biến đang bi thiên thiên tiếng ác thiên nằm vô trôi thiên太阳破的天当比，听听叮啊叮，等南风吹走去，爱就变太你。哎，好，这一届的资优生啊，对，嘿嘿，太优婆，对，老鹰，伫太优婆的嘛个嘛哈，对从来对，嘿，啊，对白是糖果哦，太优婆，还嘛个，其实是前一阵子才听过这首歌，然后我以前也是在想说，Yopo 到底是什么？对，因为以前放学的时候，后告会放那种客家的歌曲。哦。嘛个好教我用客家歌曲。哦，因为我们学校很推崇客家教程。对对，冲爱听美浓啊。美浓的那个幼稚园就开始，幼稚园、国小、国中都会放客家歌。哦，真的呀？对，放学的时候。从小就是对，就会同三国推班。这从小比啊糖都超开哦。然后就想说 Yopo 到底什么？我也以为是什么阿婆的名字，我叫做太 Yopo。这个可能这个阿婆的名字叫 Yopo，只是这个阿婆比较恐怖而已。然后后来才知道是什么。对，Yopo还我是小时候就听到，因为常常乡下就会有一老鹰，也不知道是住在哪里深山里面，但是天气好不错，它就出来了，就这样很哇自由自在的翱翔在天空当中，对，我好羡慕他们哦。吃生肉对不对？我吃什么我就不知道，我没有问他。我记得好像对吗？没有问，我下次要问的。这时间讲我卡有学嘅，其实尽量还撇开，因为老鹰其实真的会吃生肉啊，对，它吃活的嘛，对不对？对。过1个小时它都不吃，对不对？好了太多。我有一次上那个五指山，我去骑脚踏车，对，骑，然后下山的时候，就看到路中央有一只鸟。看，哇，这只鸟还蛮大只的，然后就是越骑越近，它就那边挣扎这样，我就车子就停下来，就把它靠在旁边，走进老鹰呢，一只不大，小小的幼鹰，那它好像有一点受伤，然后我就把它慢慢用赶，我又不敢抓它，我也不敢抓，我很怕鸟我本来想说是要把它抓回来，对，我很怕鸟我如果那天有开车，我一定会把它抓回来，因为抓回来我想把它养活，有没有？然后它就会飞出去，然后就跟主人说啊，谢谢你养我，这样就飞出去。改天
最好是他还会说主人谢谢你，那下次他帮你抓一些。那是仙鹤报恩。你说晚上会有变成女生来帮你等，或是比如说那个不一样，那是头七的时候才会飞过来的。或是改天他就飞来啊，哎，我给你3个愿望，有没有？哦，对呀，嗯。你下次选一些正常的歌，不然这样不知道怎么收拾。老鹰叫优婆，嘿，然后鸽子怎么念？哈嘎巴。不是婚教，不是。嗯。叫做什么？捏嘎给。捏嘎呗。嗯。捏嘎呗。蝙蝠怎么念？蝙蝠。啊 ，people 啊 people。哦 people。没优婆，还 people。people。嗯。好，跟啊 people 没有关系。没关系。好。以前小时候那个龙舟竞赛的时候，不是都会播一个音乐 ，people。为什么他会一直唱 people 那个一直唱蝙蝠干什么？有啊，小时候。没有，我们没有，对不对？哦。对，那是古代。你刚刚有共鸣。也是20-30年前事情呢。对。好了，哎，不要冷落他，来听听，谈公平。我也请一个太优公来。太优公。哦，遗憾哈，其实东南的糖豆，才从偏远的国外，然后冇把几大个时间，这么淡定，这么自我的唱一首歌，其实之前还不，就是你没有背吉他的时候，你唱别人的歌的时候，我一直给你的分数都没有很高，但是我看到你的努力了，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怎么样。就靠我一个人一支麦克风把别人的歌唱好，你进步了，有了。那坦白的讲啦，我觉得季里面前3名一定有你的位置了哈。那你既然还有很多的空间再去继续做调整的话，我希望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看到你越来越好的黄以涵，不是原来的黄以涵，是另外一面的黄以涵。我有对你有这样的期待。好不好？加油，谢谢。好，好，这样优婆。好，那因为于涵爱弟弟弹吉他非常习惯，也要出去背也没空腰，你知道吗？你的驼背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我真的必须要好好的跟你说，还是会影响到你唱歌哦，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你回去看播出就知道，你其实都一直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要调整一下，好不好 ？OK。好，来看一下哪个分数哦。王以涵的分数。哇，96分。没看到96分，还好。加油！哎，好，没问题了。好，6强，好。挺着胸走回去。恭喜你！哇，所以今天有2位耶。也是要8取6哈，有2位朋友本人好投胎。真的。有2位1位林妞，然后蔡显耶。啊，对啊。梁希、林玉继续加油哈！那轩烨你也是，好吧？你们2个都非常的棒，好吧？不，我要哭了啊！好，留下来的朋友加油，进入6强哦。好，哎呀，后面的挑战还很大，好不好？加油！好嘞，哎呀，那传统组的6强决天赛了哈。哇，会越来越少人了。对啊，没办法啦。比赛比到前后面的集团做6强嘛，对吧？哈，所以今天还要菜起，这一位我被你猜的哈。好，保持你们的信心，好不好？好，拿出坚强的实力。OK， 好了，比赛之前介绍比赛进场。苍永平先生，李秋霞先生，查克克先生，罗英英先生。下礼拜有抢到参高中公规则。恭喜蔡奇啊！哈，进入6强的决天赛，亚洲玩到7强6啦！哈。哦。按样有办法无通过2个关啦！哈。含咧抢样啦，中國嘅牛市可以爭板料嘅菜，遠腳可以見到嚟，颱風可以刺眼。有啲要注意哦，衝可以滑到幹嚇。有啲人衝一出力，佢都變強過嘅，也係你唔拉幹嚇。會偏走。係會偏走。當然唔好降散哦，唔好衝茶啦嗬。相信
很多的一个人的重要的因素吼，有符合到，应该就冇问题，加油！好，安子姐，安子姐，好嘞，有请 TV 沉水朋友，王兴发带来洛杉歌，来，看看啦。像一条巴。编了哈，编了，唱歌也摆了。而且黑 video 也不用编咯，嘿啦，不用黑呀最大的动力，嘿没？对，如果这一关过，下一期就来了。下一期，下一关就来了。下一关过就是今年6条，不用就来。那你就做的看到不用了，懂吗？哎呀，一定要懂了哈。还有俺奶俺妹，全部带了。全部了。那你不是说你要享受2个人的时光？哦，那是回去再享受。出门不要享受，出门不要享受。所以今日青葱有啦，伊较紧张，伊讲个迄歌的把夹不用资源全部都带来了。好，哎呦，我塞爆了，塞爆了，开心呢。哦哟，安尼看到那个读一下时尚的光明，创到样板了。唱高中什么时尚？王先生佢有唱歌的条件啊，加个上衣量，啊，然后衣量对哈。我係今日我老特別交代佢嘅東西，喺邊有機會過來比賽時節嗬，可以注意嘅嚇。體可比講唔上去頭擺嗬，啊唔啲因為唔來唱嘅山歌嘅音調呀嘛嘅，唔冇唱上去嘅，唔來唱上去頭擺，上去頭擺。哦，你彈開啊，你注意下。講愛要咩重要？講愛，講愛，講愛，講愛變了，心潮冷啦，有冇嚇？重要嘅嗬，你係呢，係咪可以注意下？講另外，外加有特別講到嗬，話講嘅問題，演唱出來比較嘅伴奏嘅音嗬，要較高一些嘅哦，唔係咪可以聲音？假使係安尼，將手唔去訓練高階幹，落去可能唱個較滑啦、較合啦嗬，其他冇乜嘅淘汰問題啦，加油啊嚇！好，什麼先生？奇怪吼，因為牛絲啊，你我牛都髒都冇人改哦。係啊，唔講周思聰，啊唔講可能喺
可以讲，可以讲，可以嘅啦，我可以用啦，講可以習慣。習慣嚟啦，哦，咁難怪會啲啲話呀，私人可能會有啲爭吵。好，愛訓練。就話冇馬趕。不用冇停雷啦。不用冇。好啦，嚟看一下佢嘅分數嚟。王興發分數。也係人嘅心目三姊妹親強嘅味，你冇呢？他每個禮拜只要在節目上出現一擺，就是對兩姐妹的傷害一次。唔可以啦，唔可以啦。月明啊，終來將來。你唱冇問題，因為你要做親後，但是。王興發分數。93分，辛苦分咯。97。哦，所以加起來187分。187咯，嗬。係，兩禮拜分數加起來哦。好啊。哦，就會進入6強啊，嗬。好啊。祝福你哦。什麼？現在畢業當場，安子仔，謝謝。係。好嘞，殺好嘞。周末營帶來3個字。好啦。莫言之你好哈，有位主持人哈。哎呦，你禮拜乖乖哦，從今日從喺嗰個困先生哦。哎呦，又創唔走啊？有乜個問題係咪？嚇，冇啊。冇啊，你見咗嘛？是㗎，是㗎。係咪？人嘅心目三姊妹親強嘅味，你話呢？對啊，真留下來點點呢？我人上禮拜有歌也進入7強，人嘅就三姊妹咁啲。對呀，大禮拜有看啦。他每個禮拜只要在節目上出現一擺，就是對兩姐妹的傷害一次。唔可以啦，唔可以啦。好啦，邊日嘅三姊妹加油！正講啦，正講，好嚟聽下先生嘅講評。有請秋夏先生。係啦，莫言之嗬，韻腳冇法講啊嚇，做得清嗬，台風啊非常嘅穩。可能就比較合適佢就嗓音冇按嘹亮哦。毋過佢嘅優點，尤其克服到嘅缺點，按說多少是來平啊。毋過是強咯，高音嘅素材，唱唔起來，因為咧三個字咪嘅音輕多。咧高音嘅素材吼，你就能夠帶假音嘛。你冇帶假音，是硬棒，然後是輕咧唱出來是按照鐵頭咧唱。哦，冇做好。技巧上，係冇。老總講嘅技巧上。別啦。還有聽一句
枸杞配熟，安尼从来有讲四季八节嘛，三国志四季八节，平板咩四季八节，就非常要注意要温气。你就当面去温枸杞配熟了要温气。40岁了，强一下子做，所以说那日煎，啊，你有枸杞剔脱，又停下来，又配熟，按着加一节出来的嘛，哦。枸杞就配爱熟啊，配你就来带加盐，哦，加是多少油？还有枸杞你要不放气，哈，还有新火你们可能就放气，要是四季八节莫注意到。好，所以就从国来讲，四季八节特别注意熬食放气哈。所以你俩希望咖啡还有精密到6强，那方面希望能够改进啊哈。还加盐要运用，因为你的上盐唔係流量诶，所以你我们要运用加盐。从国加盐从咩先好糖呢？啊，加油！好，谢谢好，双礼拜93分哦，看下礼拜哦，看下礼拜来。周末以内分数。93分，按你改了186分，保持得很好，没问题，好，改，好，按照这再别两走，好来杀下来，马秀米得了6成功，来，睇下来。上台唱歌，心无强总爱老师。从来长高上了。唱出了年份样是你好，马小米啊，哎，马小米。你三个班来啊比的时节，有一堆同学跟我来比。有几下啥？4届。4届。4届。哦，唔像个幸福迄是3届嘛，3屆，4屆，啊比到也下，春一届，春那一届，春那一届，其他还有联络吗？一个有。就联络哦。三个班的时间还没有读，还会看到，还会看到啊。尽自己的本分，从后来就超难。好，好，对啊，至少你这三个班吼，嘿，也春去改啥点点，不是讲。加油，加油，骄傲起来，对吧？那你欣赏的公平来。谢老师。好，安尼麦小米小姐哈，先生好。一同讲一下，
也唱落山歌，青岛人因为讲三太跳地图落山歌真难唱，其实唔错，迄落山歌真好唱。也讲人呢，伊也个总去为准，可以唱的，迄唔是家伊本身去控制，但是用别来控制呢，也个戏啊，就像人配搭几个。来表现时间，冇一下表得，不上啊就冇得嘞。所以变那个前面动态上，后面冇办法上，也係啲原因。就像人本來結果的戲，慢慢的去表，練到樣，佢表呀個戲就一時間去控制，老人唱呀落山歌腔了。樣辦同樂團來傾聽，你唱冇問題，因為你做清好，但是唯一的就係迷韻，往往會戲。也个戏冇足嘞，咁乜嘢嘢？你前面表唱太嘅，唱太戲，面向變咧戲就冇足嘅。所以我有講過，唱落山歌，唱表幾個樣，戲一些些表，我要牽到面上來，按歸屬嘅，讓有呢就會談語就會講。我有講我你唱嘅咩事來講，也咬清章，嗬，有呢也做清章，就為咧人面韻，前幾十嘅。一條評審老師也有同講，自家愛去多去練佢，本一首歌都熟落去，而自然就點來去一樣嘅標，一樣嘅轉韻，一樣嘅話，喺邊係有專業到6強，可能就對人都較有效，所以自家一定要注意一點，再加油，加油！安子是講得非常詳細啊，看一下廿個分數，雙296分很高分呢，一禮拜的馬秀明分數。來。陈梦先生，65分，也是很高分哦。高分。对啊，刚迄个191分的哦。个吴宇真挺强的做戏呢。我们讲年恰恰都真诗意嘞。系啊。你从礼拜主播啦哈。对，一个礼拜煮饭。好嘞，安子生。什么？谢谢。好嘞，杀下来。你可唔可以带来平板？对，当然啦。我建议哈，嘿嘿嘿，两位主持人哈，两位主持人哈，呀，送礼拜咩咸，吓到下咧，咸就离开啊，太假哦，係啊，其實佢清淡線嘛，清淡線就會也進入6強。哎呦，佢講佢已經進入7強嘅當番嘢，冇想到，因為也關哦，對佢來講也，作為一個關鍵點點啦。我見咗。對嗎？酸呢，變落去嘅。該回來自然之後啦。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好。係啦，不管有音冇音就順其自然啦。順其自然。反正那個是講真的嘛，冇音沒法
含100再过来嘛，对吧？哦，再过来变。哎，攀仙修飞的时间就注意哦，来攀就保命。对啊，反正你要按要冲，其实我家有认真汤冲呀，哎，伊有米头呢。哎呦，就这样。有。来了就进步啦。有啊，来了。欣赏啊，得把你搞，我跟你讲我冇进步。对啊。哦，那位欣赏的公平啊。殷老师。好，帮我姐哈，今日从你的评判，首先我先讲我非常重视你嘅上任哈，因为谈起来本人感觉心情啊哈当开朗哈，所以你從不管係哪種曲調，我想應該上應該特色特質哈，就係應該原味，香港應該強，要設計嘅你係從出設計嘅風格，你係應該特色，好，所以一定要保持下去。不過呢，當然講咗咧係講應該上映，不管從哪種曲調都按好彈計法，佢係唔係就係加強你講表現嘅表現。吼，用本嘅下加分，好，首先就係第一件吼，應該散歌見唱見開心吼，散歌了，好，唔係散歌，好，你一條變當成開了腔吼，散歌，你係要去唱上去，電動應該上吼，會很下亮，好，我想了解到會對你嘅韻味會很下好吼，香港。莫那衝啊，你莫那衝啊，你要一啲啲從做起。好，不過你係歌詞，我想唔是用到咁樣應該唱腔來唱，你應當去表現，你當如你係特色嘅為所應該上任，特別可能粵語加腔來嗬，幫佢唱到很下染潤，咁樣彈起來會，你彈起來會下自然。好，香港頭尾顯頭，好，你唱到頭，好頭尾顯，好，香港搞錢，班搞錢啊，搞錢咩搞錢？好，所以就係其實聊到咬詞，你雖然在家講從三個咬詞為主義，咬詞為主義，不過其實係從咬詞當個，然後佢唱到很下好，其實你對你嘅韻味來講係會加分嘅。好，我相信你可能有啲是為可能會配合壓潤，所以可能有啲是跳跳然後佢唱到太普強。好，梗係冇快圖嘅事情，唔過唔會因為幾則事貴首歌叫做改變，唔過最重要嘅係因為咁樣係韻味會很下降。好，我嘅建議是望你。好，安就是講真係講開了朋友啊，我創事業啊，你要賺難為咧，冇以後賺咧，好為難。OK 啦。好啦，你要看一下，你上禮拜多份？92分。92分。哦，嗰日禮拜93分喎。上禮拜92分嗰陣係按門劍上啊。按門劍喎。你會衝嚟嗬？哦，你看一下，哦。2號咩分數？92，謝謝。做得。好，保佑啊你哈，安子先哈，再見，好，衝對咗過。再見。好嚟，殺下嚟。楊本玉帶來落山歌。嚟，彈下嚟。小河那。上禮拜 OL 造型。禮拜買咯。OK。煮。上禮主播要不要煮飯啊？梦之
帅哥美女好，你好。系啊，哈，诶，讲真诶，我其实是要来参加朋友，那个羡慕三姊妹啦，吼，我个安尼陌上面嘅恐吓歌唱班诶，吼4-5来比，唔看，一开始来比嘅时间，要恐吓哦，几多人？恐吓青多啥啦？系啊，而家存到挨老和美亮啥？哦，和美啊，恐吓，系啦，我都有恐吓，系有恐班哦，而带新竹，挨是带宝山。但是佢近边唔伫要做唔得咯，挨做技术挨呢看唔到个粗茶个事啊。两个都恐吓土电来安尼。系啦，阮哋就下多少咧，有咁多送下两啥。哦，啊有盘呐。还是保有量的留下来哦，好啊，经验六强，好啊，就能用啥就好。手差没几通啊，行路几通啊，因为我的眼睛很糟糕，我右边几乎看不到。哦，是哦，你都看不成，我从细就安样。哦，左眼是0.6，所以头摆个有到那行，我很强的，唔是。哦，从细就安尼，从细就安样。咁咪只往度对度？唔会啊，唔会啊，习惯啊，做得啦。关系就好啦。系啊，某一批木剑啊。我有做过镭射啦，头摆冇做镭射，戴隐形眼镜吼，戴17、18岁就开始戴嘞。哎呦，这样子就有啊。4年就开始。哦。啊，读书唔是看到黑板哦，先生讲哟，黑矮个点半矮念啊，全部念唔错，黑矮去面前啊，张面前点张看得到，冇看到，张第个矮，冇矮头摆矮阿白慢矮，太冇信用啊！太冇信用啊！哦，安尼今日一条歌唱脱了啊，唱到样板唐先生嚟公平啊，好嘞。朋友手机哈，唱下乐山歌，唱来真好听啊！啊，什么先生？第二个嘛个咧，佢前咧，长途各方面哈，差唔多大家都有见到啦哈。做天一机嘅唱海琴，人念落以后，因为你做实验要念沉，但是沉都冇押韵，都俩都要念琴，我个先生，大摆上课其实讲俩机。也有，快是俩机，先来注意嘅俩机，也有内行哈。做一个琴也，可能有较短些的，也有些东西我做得让人建议哈。好，望子成龍，頭一啲係安樣唱哦。好，我聽到討論我要改。我也講個量哈，量嘅前運嘅時間。做得了解有多少會較樣的轉換，莫唱了，安尼較硬一些咧，成了。好，我建議哈，做得一隻那建議，我嗌老師會講，係是特別老人講唔好按用玩啊，就你就玩。啊！天機假創咩啊？我要咁玩。我嘅剪做廣告係。我哋看到佢睇到佢講，我都生機老講嘅機，你要按樣創。咩？我哋剪貼啦，剪貼要按你他個電視台10點鐘播出來。播出嚟。好，呀，喺邊呀？按到嘅素材吼，創比卡嘅吼，一聽冇問題哈。加油！好，安子生。安子生，再唱到車先生。好，我想甲高中也講到咁清楚啦哈。其實人家樂山歌，人家個望子成龍，一得龍是三音，望子成龍，咁就好咧。冇講龍變龍這為龍，也係雜音哈。第二，人家個溫順嘅耳，因為佢耳上音，你就做得去轉音啦。所以喺半夜就對一個樂山歌，一個三以上嘅音，自家去作就對嘅。嚇，唔講量老量都冇中央嘅啊，所以唱出嚟音要準冇準，我相信你一定應該就要多少了解，你還要見過按到颱風太浪過來嘛嚇，中央美韻你都來最美嘅天上嘅時間，見到最美嘅時間，人會差這回事咧。唔是來到冇上就不用睇咗，冇仔讓腳落去會變得差音啊！嚇，我有些的差這位音，要你記帶點當地啦，嚇，讓我相信你自己，所以慢慢吃糖啊，看住，唱其他部分冇乜問題，
好，加油加油！好，安子姐，好，来看一下加个分数了，好。龙邦用个分数。好，上礼拜94分，下礼拜93分，哦，安子姐，现在别当吵，好来，杀下来，林天松带来平板，看啦。阿叔哥，帅哥美女，搭摆来比赛吼，即培养资源安尼，逐礼拜都批定起来。幸福嘅家庭，幸福家庭，一家之主，亲为做。哎呀，但是叫培养资源来吼，唔每来都入样棚了。哎呦，佢要啲嘅服装店嘅来看天师，哦，奇怪啊。拍摄来都当本人看，真的啊！用每来都现场了。手上佢出去了，下巴。唔會見眾啦。哦，佢講嘅設計人係坐到嘅，我太太要來啊。我跟日太太啊。翕相。哦。大嫂好。佢搭擺要嚟啊！佢搭擺作品，哎，有網上看到佢樣嘅啦。也經紀人呐。我唱歌嘅嘛，我唱啊。你心態條件唔會唱。唔會唱啊？學啊！好嘅來比啊，對嘛？係啊，反正嘅舞台都屬於大家咩，萬人都做得來啊，對嘛？然後唱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哦，來比流行歌啊。你看見那個流行主有了那麼個靜妍姐姐有冇？邱靜妍，邱靜妍咩？安多些，你看佢唱到以後誒，啊，做得來比啊咧，哦，唔爭突起來。好啊，已經聽到也做啲真慘，對冇？開始緊張啊，好驚嘅。哎，那嘢大嚟特比賽啊！哎呦，快啲嚟，我收唔收唔到啦。有本主持人點名到啦，啊，快啲，快啲。啊，等啊，等，哦，哎，安尼今日唱一條歌嚟唱得啦，嗬，一有彌陀，來唐先生講明。朱夏先生，我咧獻送，係泰國唔知做點麼？阿哥啊，做對啦哈，請老師弟係，真見，你必須按到攝嗬，基本上你個講係最欣賞人哋唱兩擺平板，你嘅韻腳實在做得真正，哦，當自然行雲流水，有希望哦，唱得非常好哦，唔過還有教師啦，同樣缺點咪人講哈，莫緊張，你唱到莫緊咯，莫所以是兩教師。啊，歸屬來講吼，嘅韻腳強，哦，刺眼，所以我相信佢會分數比較能夠較高。啊，將加真歹勢啦，我哋講機會一條線加啊分數做冇機會，其實麥上面嘅聲音好，哦，
人民要做得清哦，不过你收入做得起不足。做车老师讲啊，条件不用太长嘛，会不会你收入的事情你就感觉起就比较不足，所以你要运用得宜，哈，疏放资源。哦，太上些上要万一，你比較就要注意啊！吼，我希望你今日按大家啦，今日咧能夠今日都按嘅吼，我希望下回大家能夠更加加油。好，那这些，来，那唱，好，今晡日吼，獻送阿邦吼，伊從個啲平板，我講正經吼，其實我記得我本年之前去參加比賽，前期10月時我就有講過，我當中意彈伊唱嘅山歌，吼，因為當自然吼，彈伊來冇壓力，所以呢，伊唱嘅啲山歌啊，感覺就當親切。加上頭先邱下先生咪有講到，伊根本去做嘅人工食材正經當正。好，所以當唱送嘅天空大廈呢，彈起來，你彈起來就唔會有壓力吼，咁樣係最好嘅山歌吼。咁個係講做得俾伊則建議，就係呢個提示記吼，宣傳客家呢片呢，我感覺宣傳伊聽下來有一點點當像聽腳咧。係講老機做啲線上來過去嚇，宣傳客家線上老機來過去，我想按樣去彈起來呢，可能會係完整，好，按你彈起來就喊下好彈，喊下聲音，其他嘅都當好基本嘅什麼嘢。好，按這些啊，按你送禮拜到無？93本哦，93本，按你一禮拜。那個是95，應該都冇乜問題。好，來看一下。我看一下，95分嘛，林漢松嘅分數。哇！唔係95呢，96呢？恭喜！哎呀，分數特別高，96啊，加起來189分，冇問題啦。讚，6強。好，恭喜！恭喜！不用自按的皮燈來有價值了，有面子呀！有得了。好，什麼？好，這邊讓我走，好，謝謝。哇，開心哦！真的哈，真的。接下來緊張了，5月整帶了落山歌。來，彈個啦。悲傷，蒼山歌那，太假了。向前。经
哎呀冠军女歌后。两位主持人好，乡亲朋友大家好。哎呀，礼拜有迄嘛个势在必得。上礼拜 OL 造型。礼拜嘛咯。 OK。哦，煮。送来主播要不要煮饭呢？家庭主妇会跟。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怎么会这样子？自己的造型啊。你身体有较好冇？嘿呀，有冇？有啊。做得。有冇？咁唔是開刀嘅，唔是開刀嘅。張開呐。衝係樣嚟。因為他心臟開刀，講真的小手術。對。不像以前哦。 以前開心臟還要哇，真的係啊，開啊拿起的。嗰行你會擔心啦。呀，當見啊，呀數嘅，跟呢動脈停落去啊，你都做得嚟啊。好啊，很恐怖。同醫生討論下來，張決定。對呀。好。對，你還要恢復期啊，講講恢復期。很快，1、2天就好了。影響到衝過嘅用品。會影響哦。會呀，年紀是悠悠誒，要恢復期又沒衝。 有上暗號，那有影，不要命，還是要衝過誒。想唔到你就哎呦，感覺過後啊你啊，唔哋會影響到分數冇？應該會，應該會破壞形象。唱太主從，咩啦？唱到吳少芝今年創業13號羅山歌哈，先講歌詞嘅部分啦哈，因為太快嚟講，好嘅都冇講，因為。 基本上佢創嘅東西，一切都很算，好，算好，但是好中人來體現嘅哈。天見講創山歌，創山歌記得哈，咁只係談嘅山歌嘅山詩呢樣嘅創嘅啦哈。天見暗調，大家談多少好好，也係談多少好好。應該兩樣都做得。糖多少好好，老糖多少好好先冇。因即個講應該攏做得。這年在上嚟應該睇下糖多少好。糖多哦。係咩糖多少好？應該係安尼。對。係啊。講法直接係哦，糖多。糖多，因為幾多擂台比賽創山歌咪睇下糖多少好好啊？咩糖多少好好啊？你又冇買中央啦嚇。好。 尤其小河嘅嗬，要注意啊！你即個做啲糖創一個詩啦嗬，有一個特別同注意講咬詩嘅部分啦嗬。沙嚟就講強腰呢東西嗬，做埋個家下先送先生創嘅大家就會打擊也24分，我按過理由係乜嘅？也就我經常講腰，也個腰做嚟清甜。 甜，嚇，一個甜美啊，桂英講甜美，黑話咩講？一윤做嚟清甜，佢按到吃鹽，糖度都係講家講我糖冇壓力，而家佢咩見到做윤了，夾個윤要多少嘅嗬？係唔知係落糖呀，落米酥啊？冇吃鹽咧，跳多誒，他冇按吃鹽啦，但係基本上佢曉得啦，佢曉得做啦，佢曉得做個윤，但是冇本來就睇個感覺，冇按吃鹽，佢咩廠冇哦，佢看冇按吃鹽。我變鹽變到負責喎，一齊。你啊就講喺辦可以學習嘅素材。 因太自家來，安尼當太個創土糖，做埋個評審老師會特別講，佢創嘅，太個人打出分數都會強樣，樣落佢確實佢創嘅東西糖多好糖，順平。按你創嘅東西也唔係冇糖好糖，但是還有好進步嘅空間。咁樣嘅創到比吃鹽，加油！好，謝謝。好。送禮拜96分哦。 一禮拜咧，一禮拜啊！你看那是嚇，感冒，唔怕，唔怕啦，佢懂順其自然。好來看，一直那分數。中央先生嘅字頭。哦。按摩吃鹽又按果粉。又按厲害了哦！哎呀，你翻身了呢！對對對，命嘅歌係真嘅冇強用嘅，歌一個會96分的分命嘅呢。哇！我哋命咩改改得起好咧。改，
过可能身价有较高嘛。没，好了，这是恭喜恭喜恭喜什么啊？过关的没问题啊，会做小事。哦，做点买上夫的哈。好，安尼根本的安尼7强哈比赛。7、6强的哈。7、6强。嘿，还有1位被你淘汰，请口选。2号妹也总分184分呢。对啊，其实这个分数也特别高呢，但是作为其他的参赛朋友分数偏高分。哦，所以排斥哦，何妹子哦。他怎样来？啊，你终于到7强赛也厉害啦哈。哎呀。踢败了，係咪？睇下本何妹子中上鼓勵下嚟哈。安尼下110個就變啊，海龜哈，等哈，安子安子，要恭喜過關的朋友哦，安子些。安尼比賽了？係哦。哦，好多個朋友等下就踢個腳個來報名哦。係哦，報名專線096667人6人，傳真電話0227778231打電話。等下踢個來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還沒有多謝辛苦的評審欣賞，謝謝。什麼欣賞？什麼所有的參賽者？謝謝安子。什麼小？謝謝老師們，謝謝。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哈，謝謝大家啦。希望下禮拜大家聽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對台，老年